本分局于5月9日晚上9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，指称中立火车站前有民众斗殴之事，经本分局立即出动快打部队持赴现场，并将现场斗殴人员全数带回。经了解，现场有一名逾期停留之外籍移工，全案依刑法150条聚众斗殴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，并在此呼吁，任何挑战公权力之行为，绝不宽待，依法严办。此外，有一名越南籍逾期停留外籍移工，与警方侦讯时意图使用他人个资逃避刑责，将依伪造文书及入出国移民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